南投路谷小半天的媽祖廟有300多年的歷史，這個甲電視台合作拍媽祖的故事。小半天媽祖的信仰為清代建立到今，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。正所在地將有代表性的媽祖廟。阮所教阮的祖先吼，佇300多年吼，佇由咱漳州吼，啊要過咱台灣，請咱媽祖吼，一支的尚方寶劍吼，來咱小半天吼所教的大鼎者吼服侍。這個天林宮甲電視台合作，要透過戲出的方式來重現歷史。來演員講是毋是有這個可能來合作來拍這個小半天媽祖婆這個傳奇，咱來成為這個故事。這一次能夠飾演這個媽祖婆，我覺得都是緣分。其實很開心啊，因為參與這個咱小半天媽祖婆的故事，感謝咱全國的觀眾朋友來支持加的吼。廟方表示，嘛期待戲出播出了後，讓更較儕人了解這段珍貴的在地文化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